慈悲。乾道鞠躬，坤道鞠躬。讲师早安。讲师早安。请大家好，大家请坐下。请坐下。讲师早安。回到家的感觉真好。等来咱老母来厝，等来咱姊仔营业厝，咱餐厅里甲咱大家过节日大家报告过啊，对吧？以往我称呼伊姊仔，即摆领明了后，咱就称呼咱经理姊。李银河嘛是等来厝的。银河现在前阵大家讲称呼亲家，因为就还带着银河的查某囝，所以因遐前拢叫着亲家。咱遮即个大人姊经理，嘛是一家，所以拢转来咱老母娘的厝，大家来遮分享，大家来遮叙。过节日大家转来，咱就等阿母来厝好无？足温暖的，真正，咱是时常转来，咱下你来看者在座足侪拢是咱的前辈者，大家足认识的，你是问山见面，但是拢袂晓称呼，咱讲起来真惭愧见笑，咱拢毋知讲头脑记忆无好，袂晓请咱前辈者的名字。但是也都嘛有认真。你进前，咱去神文山，一个菩萨，足热心，甲咱招呼，甲咱招呼，咱嘛感觉足温馨的。等到咱要去提亲，如点传书印要提亲的时阵，这就是亲家嘛这原来你是从讲师的带来。见面的时介绍的时才知影，佫一摆，讲来咱爱上一个老坛主因兜，王坛主因兜，王坛主过身来甲因念香参拜，结果到位了后，迄是王正二因老爸，到位我就上了，就是这位哦。乌嘛安尼缩计安尼，这位就是王老坛主哦。以前见面拢毋知影姓啥，你老菩萨，在座真一位嘛是同款，所以同一家伙一家人，但是咱知影同一家伙但是咱拢毋知影啥物名，毋知影怎称呼，介歹势，所以今仔日伫面头前。老前辈者的面头前，敢若来讲，你员工的面头前人大刀，实在真歹势，后学毋敢讲要来人大刀，只是讲就咱学这20-30年来，伫道场当中所学习的体会，做一个新的报告分享。准有法度安尼来讲，大家来分享，大家来互相勉励，互挽互求，互相来鼓励。安尼，咱会当亲像今仔日学校要报告的君子所依为而行，一定有一个真好的成果。咱大家照着文法来这个见体证，你来证果，一个天书一个天书，你一定有一个好的成果。因为咱近2-3年来，新闻山庄一个教育部。规定就讲咱一个制度希望就牵成就这个讲师希望就4个去结缘建学希望就会当来互这个讲师成熟，会当搁较来驾轻就熟，天公了完，就头一摆来咱爱上结缘，甲大家用
结一个善缘。其实头一摆入学，记敢3年前啊4年前，咱遮青岛的，咱遮社团是05年啊，05年咯。伊是05年的时阵，遮善乐班入学就担任一课孝道的课程。结果咱人入善拢足慈悲的一人团尔，安尼一甲咱慈悲形成即个气场好，一慈悲宣传尔，宣传2点外千。入学的课室拢互伊讲完起，结果入学煞无机会来即个来结缘。等到即个3、4年了后，再过来定来即个所在，甲咱共同参考、共同学习研究。所以有遮伊殊胜的因缘，上天降道的因缘，老祖师会帮助台湾，诸子诸母为老大人，甲会用阮大德，甲咱老前人拄即个大陆来传来台湾。离乡背井5代牺牲的因缘，甲咱的二手大仙对道体道媒的扶持，咱的周建人的传承，咱地方甲原属大家努力打拼，咱今仔才有这机会因缘继续一只清净庄严努力圣言来研究人生的真谛、人生的铁汉，互咱世人更较价值、更较有意义。更较有成果，遮尔好的因缘，咱甘有不一个天文数着。所以就今仔秉承这个是因缘，来甲咱大家共同来分享咱上天降道的因由的真理。因为各人的领悟体会无共款，就学进前讲认识这个学习这个理念道，理念正确着。不了，结果咱就去探讨真理为真，原来真理为真这句话，伊意义足好诶。这点真就是咱的真如本性，真如本性用这个理，就会为咱本位。这个真理为真这句话足好诶。共款的思维，君子所依为理行，要安怎？啥物也是君子，要安怎所依为？咱就学较含慢做这个工地，就将这个工地做一下拆开，甲咱兄弟姊妹大家共同来分享。君子所依为理行，伊啥物意思？咱要安怎来学习？下面咱就做伙来共同来学习。咱中国老祖先足智慧的一部易经。万经之王，三宝的成法也都遮个浓缩起来，所以世界翻译上济就是道德经，搁过来就是咱易经。易经内底又讲君子所即个天天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后来想要应用讲，照着易经，甲咱带进去咱的一个君子所依为理行，打开即个门。啥物叫做天天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咱对这个内底，请问咱伫生落来细汉的时阵，看到日头，一天24点钟，敢捌减少变做20点钟？毋捌毋捌增加讲一天30点钟对无？人伊有法度照着伊的即个轨道继续运转，无停息。中即粒是太阳，即粒是月球，月球射一年，太阳射一年叫做公转1年。地球家己自转射一年，看到太阳起又看到太阳落，叫做一天。即粒叫做月球，安尼射地球射一年多1个月。自咱捌代志以来，天天见，君子以自强不息，安尼伫运转，始终拢无变。所以咱大家要爱后天发地，
看到天地安怎转，咱爱安怎转。咱就较含含讲道理，不过用着一寡动画来甲咱体会着内底的意思。比如讲，今仔日咱兄弟之间，这个兄弟兄弟要有剃刀。这个兄弟啊，伊拄啊为着食一个苹果，食甲酸甲欢喜甲。后啊，看到家己的金孙啊，拄啊下酸甲吼，手机啊赶紧摕着就甲录影起来。做一个工书，爱随时就地取材，讲道理，这就是道理。这号做啥物款？这号做大人者，不失其先出其心。两兄弟啊，安尼为着一个苹果，伊拄啊下酸甲呢。这感情足深厚的，兄弟啊感情足深厚的，因为因足容易的，因为因用无物件，诚者天之道，诚之者人之道，诚者心中无物，心肝内无物件，无污染，无干扰，但是大汉了后。个人的环境播出落去了后，是毋是会变？照讲应该会变。照讲兄弟安尼，足好足好诶，像着细汉诶时安尼。就学大概你20年前，伫咱摇城跟地下室，看到一对老兄弟，咱即个如叶大仙、陈碧玲经理，甲因七岛的阿兄，两个8、9、10岁两个老兄弟，安尼吼，手牵着伫手，安尼毋简单，手足久诶，毋简单，着学心肝内足新鲜诶。好，这老兄弟安尼看着见着面安尼吼，安尼手才毋简单简单，这就敢若头仔叫他放的这兄弟啊，身价安足好的种人里面，这个他们不是恕兄弟之身份而恕其位而行，恕兄荣为别兄弟啊，手足之情，敢若就老母生落来骹手共款，迄感情足好的足亲，未改变，应该既恕既兄拢未改变，但是。环境，但是背后的因素导致人改变，所以咱今仔日要安怎来领悟，安怎来体会，安怎来学习，做会当真圆满的一个结果，搁再来，即摆电脑讯息足方便的，咱会当真好的物件，大家捡起来用。这对老公。爱老婆，这个老婆老较殷勤看手，用功啊！但是这个老公，拢安尼爱着伊，逐工安尼来运动，你来看我来看照，你来照顾我来照顾你，是毋是感情足好？但是即摆真济，这个姻缘就是讲为着这个金钱。为着感情好咧，虽然所以真济因缘环境会互人改变。比如咱一个有因某囝讲要去嫁入德国，伫本来按算讲今年8月份就要来办结婚，办结婚，结果因为疫情的关系，讲到明年5月，即摆婚姻伊拢无伫买，就你问讲，即摆情形啥款？伊讲上灾，即摆迄边查某来娶无，规年无见面，是毋是感情会发生情变？新郎要结婚，新娘毋是我，演成一种决定出来。
所以真歹讲世事无变化。今仔咱阵啊讲了解即种的因缘，海枯石烂，致死永不必。所咱的夫妻相敬如宾的唯一性来讲，迄拢未改变，迄才是真理，迄才是道理。所以透过即种的因缘学学来甲咱分析。所以咱伫受训是要用学道当标准，咱伫对面前贤，咱即个做好学的心，咱安尼看到咱新闻山时常看到咱，咱真正是真好学、真精进甲咱学落者，咱心肝内就欢喜着咱心动足久无看到咱啊，咱拢害来去倒位去，听了心肝内起毛一摆，是不是安尼？环境、言语，拢往往致使咱一个人混乱，致使咱一个人对落。所以咱搁无法度拿着迄个真如不变，拢会去受到环境甲咱影响的。咱若有法度抓着咱真如不变，你讲就是你讲，你要做导演，我才不爱做演员，是不是安尼？我才不要活在人家的这个口语之间。你讲安怎，我就叫你演艺术安怎做，我就自己你叫我哭，我就哭；你叫我欢喜，我就欢喜。我才唔明，我要顺我的规律去，我该安怎做？而咱日常生活处处都只是讲咱有去甲发觉的无，所以这是咱的一个前言。下面咱来探讨安怎做群主。人伫即个咱孔老夫子伊有安尼甲来讲，伫咱人的扮演的角色当中有5种人。伫孔子家语内底伊安尼讲啦有即个庸人，有士人，有即个君主，有贤人，有圣人，即5种人。庸人就是讲，咱一般的兄弟姊妹，世间人，伊对道理无研究，只要我欢喜，将心所用，我爱安怎做就安怎做。迄无伫照道理来的，照着家己的想法，照着家己环境，照着因的家庭教育出来，安怎做安怎做，迄就是世俗人嘛搁再来，迄搁较高一层，迄就是士人。即个士人较早是讲无做读册人，咱即摆卖当来讲求道人，早起伫即个咱一个前贤在咱留学，讲咱照讲爱安怎有一个原则来做，爱有一个好的因缘，爱有一个决定正确的做法，譬如讲无一定啦。有当时求着到参考，有当时搁会秉持着家己自我的意见。虽然即个《金刚经》内底讲，菩萨无我相、人相、众生相、寿者相，袂使有家己的自我意见相同。但是咱今仔自我意见相同来讲，迄就袂当去迎合，袂当同大家来甲咱分定。我倒这一个真好的善言，所以士人就敢若求道人共，咱因道人听道理的人共款，慢慢爱改变，慢慢来提升，佮提升佮进一层就是君主。这个君主照道理安尼行，有去要求家己，按言语用行为，有去要求家己，但是做袂到。做袂到，但是人伊有一个目标，有一个宗旨、理志，亲像讲大学之道在明，业在亲，民在治，治善人伊知影讲，我要达到治善，我要安怎做个圆满。但是咱人有色心有七情六欲一时有法度做到，所以第二学进修，叫做君主，搁再来。达到善人贤人，拢会当做标杆，做得诚好。达到圣人讲以天地以日月合其明，以归神
合伊结香，做甲诚好，伫咱即个日常生活当中，一言为天下，即个节尊节一行，伫天下兄弟姊妹大家效法，亲像孔老夫子做菩萨安尼。所以孔老夫子甲讲有即5种啦，这是叫做五义。伫五义当中，君主咱搁对君主做一个搁较深的一个探讨，这个极主成，伫论语讲话篇内底伊安尼讲，极主成就是一个大夫啦，敢若讲一个立法委员共款一个立法委员甲即个孔老夫子的学生安尼讲，君主一字以何以为文？咱人做人好就好啊，无必要听道理，无必要去食素啦。咱捌听过无？君主伊讲即句的意思安尼，心好就好啦，伊君主即个主讲，孔老夫子的学生讲，可笑啦，可笑！夫子之说君主也，殊不得善，文有职也，职有文也，好霸之国，有天良之国。你讲安尼足可笑的。我甲你讲，一言以准，驷马难追。你的意思就是讲，迄个羊鹿仔的皮，甲即个好霸的皮拢共款咯，敢有共款？无共款咱简单换一个角度来做一个比喻，来解说头前个。各位这个内底，这个小姐水无？庄严，穿足水的庄严，皮肤嘛水皮嘛黏这迄个白嘛水庄严这只平时够水无？这只平时够水无？水咯，完了顶头也水，伊两个都是个水，拢上体创造拢水啦，力量无共啦，但是今仔即个小姐赤白白、冷叽叽、娇滴滴，搁即个做啥物酷底底，安尼即个小姐你看起来水无？袂水啦，看起来安尼咱听板头壳安尼困起起安尼，看人人歪笑笑问。这个人袂水，所以，但是拢所有的代志拢发自咱的心，你的心你感觉，今仔这个心来讲，你感觉着伊的冷，你感觉着伊的赤，你感觉着伊的冷微微、赤白白，你感觉，咱想办就先事实关系。无关系，好歹起心，心若无强明，往前就可以去。人前两天去摄到一条即个赖来讲，修行只问家己的业障，不问他人的过失，诚实的面对家己，因为爱修的毋是别人，而是你家己。竟然无好歹，好歹起咱家己心，咱家己即个环境是安怎？环境歹，咱日去囡仔家庭较拍拼、较努力的环境好，咱嘛免听歹。各人有各人的因缘，所以今仔日准若讲换一个角度来讲，即阵互咱看起来足崇高的。孔老夫子，咱的孔老夫子啦人主讲伊安讲，伊讲上天降下落来一个圣灵，搁一个义方面，伊讲天将伊夫子为恶道。今仔日上天就是爱孔老夫子来宣扬真理，来启发兄弟姊妹。所以有学者伊甲讲，天不生强年，万古如夜夜。今仔日咱中国的是一个礼仪班来讲，咱就爱感恩着孔老夫子。感恩着咱周公这类作家，伊安甲宣扬出来，从这个人讲孔老夫子若无生来讲，咱就无这中国文化咱后世这帝王天会万世师表，必成这
善事。孔老夫子伊安尼讲，你认为你得出人恩得义，今仔日咱若无甲咱即个上好的即个礼仪，即个方寸宝地，甲孝不成发现，人伊就得刻在咱的心性当中，这是智慧啦。所以今仔日这两个比较来讲，咱就爱好好来行讲念念效法圣人菩萨。所以最后，人孔老夫子伊安讲，即圣文者也，文圣者术，文质彬彬有文主。心好就好，免听道理啦。请问你，咱捌讲即句真义道德无？请问呢，咱捌去做一个善事无？是。好，本来就好，但是你拢无去做，安怎好？体无去做，无算好。是毋是？迄个做咱的本质，咱若去做，迄个是流露出来。大我兄弟姊妹抗人为善，迄个做好，咱拢无做，世俗人拢无做，敢会当讲就好呢？所以，这是叫做君主。咱今仔日大家拢是修道君主，咱要安怎来依为而行？咱要安怎来扮演咱做一个君主的角色？咱来一步一步来探讨来学习。何有于所？君主了解君主，要来成就圣贤跟菩萨来讲，咱要安怎来说？这个要来说来讲，先用一个简单的意思来看这个影片来了解来对这个说的意思。老鹰，这目睭足大的，迄个双脚脚足大的。甚至水中游泳，他都能捕猎到。老鹰的父亲追求快乐转，只要对他身上有基本无欲性能。然而老鹰这次却被一只家禽打脸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一只母鸭带着一群小鸭们在野外觅食，却发现它们已经被一只老鹰盯上了。老鹰站在一棵树枝上，观察着鸭子们的动静，想要等待一个合适的时机猎杀小鸭。当鸭群到了一处山坡地，老鹰迅速扑向了鸭群。在这危险的时刻，母鸭的母爱被瞬间激发，全然不顾及自己试着老鹰的对手，直冲上前将老鹰扑倒在地，一顿赶揍。见到老鹰开始反应之后，老鹰还是不死心的想靠近鸭群。母鸭张开自己的翅膀，死死地守护着自己的孩子们。最后，老鹰也只能悻悻离去。老鹰简直不敢相信，它竟然会被一只鸭子。为母则强，做老母的时阵就坚强啦吼。你若较人生落来，咱就爱大家，咱就爱饲啊，对无？所以讲老母伊安尼甲你讲，伊讲为有学养子而后教则业，无讲先去，无讲先去学迄个子女啦，是安怎饲囝，安怎养囝，再来嫁啦。咱在座各位同学们，咱敢有先去？学安怎养囡仔，再来结婚，无啦吼！大家拢嘛生落来的时阵，既然这人生落来，咱爱共请养嘛，做老母就坚强啊！迄个做老母迄种的天质显出来，就是这个素。所以素就是咱迄个本性，迄个本性，迄个本能，同款。咱用圣人会着学捌几义所以真爱对圣人的义来，你甲揪迄意思出来。因为在所学浅，未晓讲真好的道理，所以对圣人的义甲揪出来，跟各位大家分享伊讲用德树调，要培养咱的德性，第四个方面天子定乃福人文日月清明高空闲意思是讲，咱今仔要效法天地，效讲日月安尼循环今仔咱要效天发地，天足风快，是意思就是讲心空意定。我讲故事较紧，
苏东坡咱了出单嘛吼，啊，那伊是一个财主，因老爸苏洵本来就真有学问啊，啊，搁来因一个唔知阿兄小弟妹妹啦吼，我都苏轼，我都苏辙，弟弟，吼，苏辙，因一家伙啊三书足有名的，啊，这个苏东坡，伊真少年就伫伊个家庭内底学真侪文章，学真侪文章吼。无20岁就考到状元进士啊！免20岁啊，就考到，哎吼，几百年来无人安尼遮好个条件，啊，请问伊会安尼稍微迄自满无，较骄傲无，会无？咱难免难，反正我可能嘛会，吼，啊，所以伊就。伫伊个书房内底，门口写一对联：舌头天下医，图片天下切。舌遍天下医，读尽人间切。哇，学问无？足有学问的，伊天下医。天下咱中国伊差不多12000字，12000字。啊，咱较常用敢若3000字尔。啊，伊讲伊读遍天下医，啊，要读尽人间切，这口气足大个。有一天一个老人来，啊，秀才进士吼，啊，请问你，啊，我这本册内底啥事？就掀开来看。哇，足侪伊拢捌，即声害啦！啊，我感觉我拢读册读足侪字捌足捌，啊，一本我足侪册有捌，敢若许人即摆伫研究名著共款，足侪个名著内底个文字拢毋捌，啊，要来甲无甲会晓知影内底意思要真头壳摸咧烧，啊，即个苏东坡苏大学士，面就足硬。啊，足歹势，透一个世间人讲，涂骹脑壳毋赶紧钻入去。啊，即个老人真有学养，伊讲无要紧啦，这吼毋捌看过的册，读无着的语言用的人吼，我过来请问人即个老人原来真风度，真客气，人伊袂互伊难堪，吼，所以即个苏东坡。咁要真开始做见笑了后，伊就赶快甲一对联调啦，佮改过，发挥，舌遍天下医，立志读尽人间切。哦，意思共款无？哇，头壳硬落来啊，颔骨仔软落来啊，会晓谦虚啊，本来就谦虚足自我，迄个心就控高自大。啊，即马伊个心肝空啊，会晓谦虚啊。拄即马咧后吼，从此以后伊足谦虚，啊足礼貌。所以咱人拢爱透过学习，拢爱透过环境来历练，扛起一份责任，推动一股力量，你才能够感觉到那里面的真实意啊。所以这是咱苏大学士啊，第二点也再学问尽河海而无限啊。啊，这就是讲阴阳互中，啊阴阳互中，一个讲天，一个讲地。啊，即摆讲地就来讲，这个地讲老母较有意思啦，吼。啊，这是一首歌啊，天下至亲如何爱，含辛茹苦为了利害，无论寒冬甲天寒。绵绵爱心不改，受苦受累无计较，上惊离变歹，可可显泪，深深平静，母泪滴爱。吼，做人老母爱囝的心长如水，啊，囝儿友好时，大人情变本拿人，本拿人知无？这真卡草地所在吼，应该。知影，啊，若去到都市所在吼，啥物都本啊，啥物七代，听无？哦，这
是大人做妈妈爱你的心，今仔日将来你去到天边海角，老母的心嘛，甲你对到天边海角。有一个影片，伊讲伊即个主女嫁到即个北半球去，伊安不择手段，咱讲不择手段啦伊讲想尽变化办法语言未通往下一摆，托人写英语安尼坐回来，去甲伊本身住伫南半球，去甲北半球去看伊祖囝。为母则强，没有不能的，所以在母亲的字典里面没有难这个字所以母亲嘛是安尼所以你这个答听道理要写较轻松者，来欣赏一下这个歌词唱歌你嘛袂歹。即摆家常社会无法度对伫咱妈妈的身边甲友好，但是尽量来替妈妈想。这个音好生寄一个物件给妈妈对不起妈妈，今年无法度转去，这个包裹是要互你的。后生寄一个包裹是机器人开的，就发觉体会讲，这个机器人敢若是帮佣共款。印尼帮佣，是菲律宾帮佣来甲咱做代志，来引导咱成大人。就他的妈妈，你在4、5年前中风，请到一个印尼帮佣，伊真照顾咱妈妈，咱也在听小儿，敢若伊当作教条个伊翕相的时候，伊在边咱就常常来做伙来翕相回家。结果甲咱照顾妈妈，照顾到妈妈等，照顾14个年。曹维先为子孙。
对囡仔出生，人讲6岁6摇安尼，10个月的怀胎，3年的这个哺乳，10年的教养，20年的恩养。伫咱是大人，就学伫阮爸爸妈妈的面头前，我那是囡仔，关心甲大汉。咱若要出门，爸爸就问讲，你要去倒去，要甲送去，但是要转来，即个安怎，甲你问足济，迄个是咱是大人对咱的一个关心，迄是咱一个本性的一个特性。水之德也，扬万物，随风就移，这就是讲君子不器，随风就言。咱用水之德来跟各位先生分享水质不变，咱的真如法性不变。水质伊始终伊的本质是 H2O， 伊的本质安怎变？你草沟水内底伊的质也不变，放久了就质变，垃圾就质变。你甲淡油了，迄水本质嘛不变，油食咱是有化学作用，水能够排出去，水质永远不变，咱真如法性也共款。所以人伫《道德经》内底水善利万物，伊讲水善利万物。比如讲咱的真如本性就共款所以真如本性较安怎嘛是袂变下一个影片，佮咱大家分享。这佛教的技术，结果饲4只狗这4只狗可能真有福性伊拜拜这狗对伊拜拜，甲穿这个道袍，伊穿好甲洗洗，伊嘛甲洗洗。因为真侪影片、手机内底拢咱看到，所以就摕一个做一个比喻水往近处流，菩萨诸彼为怀。水利万物，其本性一定是向下流。伊水的本性甲咱人的本性共款，一定是为善，一定是向人之行善犹如水之就下，咱人的善良就敢若像水会往下流共款。种人今仔讲用压力甲水转向顶悬来讲，但是伊外口的力量消退了，水会流落来。菩萨嘛是共款，诸彼为怀，咱的本性嘛是共款一定是讲向善的，水利万物，行者人之道咱来看，那迄卖卖去就不一样要共分1箍，人拢不爱插你大约1箍就当坐公车，大约1箍差不多咱才5箍。分足济人拢分无，等倒来遇到一个去食。有时阵拥有愈少的人，等倒愈会人啦。对，等倒遇到一个去食，去食就安尼分哩。伊就去买一寡衫，买一寡食物来分这个去食，这个去食你食包爱1箍，咱一个车，你看半1箍无？
嘿嘿嘿。这边免税费哦，免少哦，拢100块的哦，现金哦。嘿嘿，嘿嘿，愈好业的人愈单身。哦，但是除非人的经济足好，亲像咱咧白羊圣庙起20年将近10亿的这个汤总裁，伊完全报喜出来咱就有。但是这有特殊因缘，咱以普通人来讲，愈好业愈单身。好一个世俗的讲愈无。若迄吼中等以下环境经济较好的迄吼，迄往往拢较愿意报喜。较早咱迄个李秀大仙，讲玉树山，去咱迄个老前面的墓地，人哋讲即个大好啊，安怎今年地理安怎，地理安怎？结果咱迄个李秀大仙伊讲，好就是歹，歹就是好。今仔日好业来讲，相对一边伊就有无甘伊行功名点。歹来讲真善巧，但是他的本性没有迷失。所以人讲一句话讲，佛菩萨法官跟道中下凡来到善巧的阿较微微嘛去。所以成者人之道，成之者偏之道。迄条路内底安尼讲，随风就移，新鲜本是原因做只怕原因心不坚。今仔日疫情安尼变。即个咱台湾真正一个宝岛，无啥感觉到即个疫情武汉肺炎疫情严重，去到外国足严重的呢。对啊，前两天看讲，已经过身发病过身122万人啊呢，400外个确诊的，所以足恐怖的，但是你遮恐怖的环境当中，袂当出国袂当去大陆，咱就安怎？咱爱用方法啊！今仔科技的文明，带动咱足侪方面啊！咱来看，伫线上来开班，下程式落来，来开线上会议，来伫线上来讲道理。咱伫10月初一，9月2到30，10月初一，连续伫对大陆开5天。新加坡马来的一个副经理，伊嘛要求讲，咱新加坡马来也是同款爱。马来西亚伊迄个疫情很严重，今年拢无去大遐开班，拢无去遐点到，所以嘛是来开班。结果咯，安尼来开班，你电脑内底开班，你手机电脑开班，你电脑内底听助理，把这活动带动上。11月30、11月初3，我咱针对新闻开5天，就对着这个电脑去讲话讲道理，足无自在。咱会当看人，会当看前面人的足自在。一个点拢安尼，几个5、6个、4、5个、5、6个安尼4、50个点，拢100个人安尼开班。啥物环境，咱就爱安怎变化。
请问各位一个问题，咱去到大陆一个所在，无即个两仪灯，啊，凊彩摕一个路，啊，无即个两仪灯要安怎？拿掉，用拿掉，拿爱办哦，爱办啊！把即仔火甲点去嘛是两仪灯啊，对无？吼，水随风就移，什么环境咱就爱安怎来做，咱嘛是共款啊，所以爱通权达变。这是文字不提啊，圣贤之德化以内，四海神风如教宣，爱去这个宣扬道理，爱去度化兄弟姊妹吼，啊，这印章内面的一首歌托付报警，啊，因为这唱歌成长吼，佮伴奏唱歌成长，就还干脆家己唱就好啦吼。谁关心？黎明苍生归何处？谁能够见条日夜是冥福？这条路究竟多少期才看得上天主？菩提心，永远上天不顾。而以道理不俗，纯是从天而来的禀赋，要不怕痛，不怕苦，混沌中忍住心转平坦步。为什么宗教不踏出？多少希望互助，前后相随度。是否能在坚强蜕变，能在砥砺度世纪里解千里？断不可思维值得逃避，好虚高显摒弃，终究终之理。如之心波真气地。诺了，诺记，算了，诺记，诺个意思，诺做的。什么人去关心兄弟姊妹啊？什么人会当肩挑日月使命有？就是去讲道理啊，说仁义啊，去度化兄弟姊妹。这条路偌济奇才会当承受着这个责任、艰苦啊，上天来甲咱灌注，菩提心用咱做上天的工课，用上天永远拢袂辜负咱啦。咱兄弟姊妹，逐个人的道甲理拢共款的啦。咱爱了解，咱逐个拢拄你天来赋予咱的菩提本性。较早释迦佛祖，伊伫菩提树骹坐5年了后，伊的自性看到天顶的即个流星飞过去，灵性甲天化成一体。伊才讲一句话讲：奇哉奇哉，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只因为妄想执着，而不能证得。大地众生皆具有如来智慧德相。30年前就下去王经理遐，王经理伊调科委班的讲师。就学生关想讲，哇，讲师在欠呢，安尼有一天我嘛有机会来天公了愿。结果今仔日真正有这个机会啊！咱有心肝有伫想，有天去做，拢甲上天兄弟姊妹共款，拢有迄个做的菩提本性吼。行艰苦、行痛苦、困顿中，爱忍耐着心酸愈来人讲一句话讲叫做颠倒头食甘蔗，愈食愈甜，拄尾。